Hello，大家好，利奧啊，嚟到咧2025年11月26號星期三嘅時候啦，呢條片咧想同大家講下而家香港最出名嘅兩間 crypto 交易所一啲最新嘅優惠嘅。之前咧喺 live 度都提過啦，希望出翻多少少嘅 YouTube 片嘅，都知道咧近來咧比較懶惰少少啊。雖則話咧2025年牛市嘅時候咧都同大家去預告過啦，2026年咧將會係一個休息嘅年份嚟嘅。咁但係啦，我都覺得咧大家喺熊市裏邊咧需要一啲資訊啊，或者一啲正確嘅資訊啊，同埋咧更加重要嘅咧係需要一啲陪伴嘅。咁所以啦，我都希望咧可以操好自己個身體啦，又或者咧可以更加多體力咁樣咧，同大家做多少少嘢咁樣嘅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 IG 嘅話咧，都見到咧，尋日咧我就去咗行山啦。我成日覺得咧，成個生命咧，又或者投資又好，人生又好，咩都好啦，都係一個齒輪嚟嘅。如果 A 方面做得好，B 方面做得好嘅話咧，其他嘢咧陸陸續續咧都會係做得好嘅。咁但係要第一下推動呢個齒輪咧，非常非常之難嘅。同投資都一樣啦。如果大家係習慣係好嘅話咧，又或者識得去揾着數嘅話咧，慢慢咧呢個成為一個習慣咧，跟住咧個結果咧就會非常之好噶啦。所以今日啊，就算咧我個樣咧唔係好 ready 啦，所以咧大家見唔到我個樣嘅。而家畫面咧就係見到咧上個禮拜嘅 Take Profit 講座最後一 part 嘅一啲花絮啦，又或者咧大家影得好靚嘅相，呢啲全部相咧全部都係觀眾影嘅。你話咧我請一個專業攝影師咧，可能咧都冇佢哋影得咁好啊。咁好啦，講翻今日嘅主題先啦。而家咧其實香港咧攞到牌嘅一個 crypto 交易所咧，其實唔單止得 OSL 同埋 Hashkey 兩間嘅。咁但係啦，真正營運啦，又或者真正有做一個好大嘅 promotion 咧，的確咧淨係得佢哋兩間嘅啫。我自己咧就好希望其他快啲加入競爭啊。點解咧？加入競爭咧就代表咧我哋一般嘅投資者咧會有多啲嘅着數咁樣嘅。講起着數啦，今日呢條片特登拍出嚟俾大家聽下，而家兩間交易所最新嘅一啲着數係咩咧？首先我哋講講 Hashkey 先啦。Hashkey 呢一個咧就將會係12月1號至到12月31號啊，嚟緊呢一個月啦，可以話係聖誕月裏邊咧一個新客嘅數碼開戶優惠嚟嘅。大家咧只需要用畫面裏邊嘅 QR code 啦，又或者 description 嘅 QR code 啦，完成呢個 KYC 轉賬1萬蚊並維持流傳10日嘅話咧，就會現兜兜咁樣送大家400蚊嘅一個港幣噶啦，直接入落你個戶口，同埋咧同時完成咗一啲新用戶任務咧，最高咧可以得到420 HSK 嘅，可以用於咧扣減呢個平台費啊。即係變相嚟講啊，如果你有一定數量嘅 HSK 嘅話咧，變相嚟講咧都可以做到差不多一個零手續費嘅交易咁樣嘅。咁但係當然啊，如果想喺嚟緊呢幾日裏邊未到12月之前就已經可以申請呢個 account 嘅話咧，都有另一個選擇嘅，就係由而家開始去到11月30號啦，大家唔等12月啦，完成咗一個開戶嘅話咧，都可以得到200蚊港幣嘅一個叫做獎賞嘅，同埋咧唔需要流傳10日啦，咁都係啦，可以最高得到420 HSK 作為一個獎勵啦。咁睇下大家想點啦，如果想快啲得到呢個優惠，又唔想留10日嘅話咧，就可以掃呢個曲咧去而家申請啦，又或者咧等到12月1號先至申請咧都得嘅。咁好啦，同大家去望一望佢哋個網頁先啊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 Hashkey 嘅網頁啦。講真，而家一啲 crypto 嘅交易所、持牌 crypto 嘅交易所，佢哋嘅服務咧好差不多嘅。大家尤其是一啲零售客戶啦，可以買到嘅一個幣種咧唔算係太多嘅。BTC 啦、ETH 啦、Chainlink 啦、AVAX 啦、SOL 啦，就大概係呢5種嘅啫。咁另外大家會用到一啲其他嘅服務啦。而家大家都會有噶啦，一啲叫做貨幣基金啦、MMF 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定投嘅服務啦，都開始有啦。當然一啲普通嘅換匯啊，又或者係一啲 OTC 嘅服務咧，大家都可以喺呢兩間交易所裏邊揾到嘅。講真，兩間嚟講服務上邊咧，我覺得咧對於零售，尤其是零售投資者，非常之接近嘅。咁大家咧就我自己咧，因為得兩間咋嘛，我自己咧都會覺得咧兩間都開晒啦。
啦。咁當陣時邊一間多啲優惠，未去邊一間度咯。好啦，咁大概咧 HK 就咁樣啦，同大家講下 OSL 最新嘅一個比較特別少少嘅優惠啊，就係講緊咧佢哋嘅一個新嘅 OSL VIP 嘅計劃啦。咁呢一個 VIP 計劃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咧，如果大家得到呢個 VIP 嘅身份嘅話咧，大家可以得到咧差不多啊，可以話係全香港暫時嚟講比較晒所有券商交易所都好啦，好似係啊，我冇每一間對晒啊。咁但係啦，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認知嚟講咧，都會覺得咧係差不多最低嘅手續費噶啦。咁係幾多咧？講緊係0% 嘅 Maker 啦，又或者咧0.05% 嘅 Ticker 嘅一個手續費嘅，應該都真係全香港最低嘅費率噶啦。一般零售投資者嚟講。同埋咧，進入 OSL VIP 嘅門檻咧，其實都不是太高嘅啫。大家睇到呢一度啦，如果你係 PI 嘅話，就直接成為 VIP 1嘅等級噶啦。咁當然啦，唔需要成為 PI 嘅話，可以點做咧？月交易量或者資產咧有1萬蚊美金就得噶啦。咁即係話月交易量，咩叫1萬蚊美金咧？大家如果有5000蚊美金交易2次，咁個月交易量咧就已經係1萬蚊美金噶啦。又或者2000蚊美金交易5次咧，就叫做有一個1萬蚊美金嘅交易量噶啦，如此類推啦。咁 VIP 2咧就10萬蚊啦，VIP 3咧就50萬啦，VIP 4咧就100萬美金咁樣嘅。特別嘅地方係咧，如果大家係 VIP 2或者以上嘅話咧，每個月咧有一個現金嘅獎勵嘅，都算係一個少少嘅心意啦。VIP 2有18蚊美金啦，VIP 3有108啦，VIP 4咧有258蚊美金嘅。講真係嘅，我自己暫時嚟講咧，覺得呢一個咧係全香港最平啦，唔計其他優惠啊。如果頭先 HK 嘅話，你用 HSK 當然啦，差不多係可以做到一個零手續費咁滯啦。咁但係你要需要有一定數量嘅 HSK 先至做到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呢個就唔使啦，只需要成為 VIP 咧就可以得到佢哋呢個超低嘅門檻啦。同埋佢係限量啊，限量1000個，而家咧已經係剩翻500零個嘅啫。倒數活動嘅時間咧，仲有大概4日左右啦。4日之後仲有冇呢個 VIP 活動咧？唔知道啊。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申請嘅話咧，都可以透過翻熒光幕上邊嘅 QR code 啦，去申請翻開戶啦，同埋滿足到佢哋嘅一個要求咧，就可以加入到佢哋成為 VIP 嘅呢個計劃噶啦。咁呢度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啦，除咗話頭先超低嘅手續費之外咧，亦都有其他嘅一啲研究報告啦，頭先講嘅現金回贈啦，有專屬嘅客戶經理啦，呢啲咧都係佢哋 VIP 計劃嘅一啲好處嚟嘅。咁大概咧，其實點解今日特別要拍呢條片同大家講咧，就係想同大家講，其實而家嚟講喺香港暫時得2間非常之活躍嘅持牌交易所啦，又或者券商嗰方面咧，而家有越嚟越多咧都可以交易到 crypto 噶啦。咁但係暫時都係少嘅，雖則話好多券商都開始交易到 crypto 噶啦。不過一啲交易所咧，當然啦係比較叫做專門少少啦，又或者係專心少少啦，做佢哋 crypto 呢一方面嘅服務嘅。咁大家如果仲未開戶而有想開戶嘅話咧，都可以考慮一下以上嘅一啲優惠啦。嚟緊咧都希望咧拍多啲唔同嘅 crypto 嘅片啦，又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傾偈嘅片啦，同大家去度過呢一個熊市嘅。如果我哋 confirm 咗嘅話，OK， 好啦，今日大概講到嚟呢度啦。中意嘅話 share、like、comment， 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